来一个长腿，干啥呢？啊，哎呀，这也好干，他这也可以。那永记的是调了的嘛，在那加把州那个。我看你录过几遍那个。我也不行。我比较瘦，看上帅就没用了。要是把你中这样嘛，那错。像爸爸。不要上，稳住！牛的！再不下跳啊！马上在10月。手为什么不打开呀10月小节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拜托你笑一下嘛！你再送的话，应该很少过。OK。
应该是云峰吧？云峰的。我看这个视频制作的风格有点像。背景里虚化了嘛？有劲啊！说女娃跳，有点牡丹风格那种，有点像牡丹舞那种。我母变里的嘛，他说的是。明天就正常，明天就正常了。明天34度的吧？明天34。可以吧？他就在老家的嘛，他哥看他随时在他们老家直播。哈巴县。四川人的嘛，哈巴县开播。我很多天没有那个，少儿在跳噻，我那个小西西去跳嘛，因为小西西不跳这个吧，跳其他的嘛，跳其他的吧，随便嘛什么新歌，随便找一首都可以跳啊。就他们刚刚都在这儿，都一起拍嘛。这个新的你们会跳。这个。没看，之前的，看了的，几天没看到。这儿那么热了，有好想我的干子都不去了，都没去抢功嘛。是没去的。我还要去抢功，给那个市区拉座送礼物。市区拉座没来的。市区拉座。好久没看到他哦，我从7月份就没看到他。我7月份就没来过。我去西藏之前就没看到他。这儿这个有马来西亚网友给他送礼物，啥子都可以，啥子水啊是只要是礼物都可以。我说随时可以，我因为我想安排个是，我还是联系下他。我想没得。他不在啊。很久没在前。可能有个多月了，我没在前。因为那个
我去西藏之前，我记得是7月好多号，反正7月中旬的时候就没有可能回老家，回老家避暑去了。起码有1个多月了，没见。我联系。我从那时候我也没在